本案发生于8月5日下午16时许，吴姓机车驾驶于中坜区中原路170号前的外侧车道，疑似未注意车前状态，刹车后不慎打滑跌倒受伤，机车则失控撞击在前方准备右转的贺姓民众驾驶的自小客的左后方。警方呼吁用路人驾驶时应注意车前状态，并且于限速内安全驾驶，以维护行车安全。